我哋嘅故事喺160年前開始，由皇后大道中出發，從發行1蚊紙、紅簿仔、提款卡，到推出流動理財，單手都搞得掂。由漁港去到國際科創金融中心，由香港呢一度去到世界每一度，一齊向前，一齊參與。由歷史地標到嶄新舞台，從體壇、文化、創新到藝術，喺世界上唔同舞台發光發亮。由以前、而家到未來，匯豐香港盛演世界160年，我哋嘅故事只係啱啱開始。